也7月初，但若四风台毋若升等家己布袋港的时阵，海上巴士无法度做，布袋顶内的铁厝嘛去互大风讲歹去。虽然讲政府有补助，毋过在面是怨讲补助这个钱伤过少，阁真好请。好，电工所是讲会来反映互管府知影，来研究讲要安怎来协助，才会在面。 准予强风伸过来的铁片，喊甲密密麻麻。7月初，风台但那是对家己布袋定了，强风甲布袋港的船拢算登去。经营海上巴士的业者，派去的船到当也未修理好势。一年的旺季当中的最重要的2个月，那今年完全都没有做到。业者因为船派去，原地应该是歇热大鬼，生理煞上凄惨。但是那港区布袋店内徛家，同款是算登甲真严重。何美丽这间徛家厝顶一坑真大坑，厝主毋若找无人通修理，想要申请厝损失的补助，佮拄到面积的问题。请人家来估计就是50万跑不掉，可是，在公所就是申请方面，他们会有面积的问题，只能补助大约5万块左右。条件太苛刻，等于说一改再改，改了3次才最后决定说需要什么证件。补助金少，加上条件真麻烦，佮改来改去，互民众唔知要安怎申请。佮有灾民伫风灾的时，互客厅边起的玻璃挂着伤，到当游园真惊吓，因怨叹讲政府的补助上死板，佮互人刁难。去互风吹去变悬，互阮用旧的来修理，吼遐毛仔换掉，因为伊个外壳还佫用钱嘛，啊你咧修理毛仔就好啊，啊你互你修理起来大概几千块啊，啊你政府啥这几千块唔开，你一定爱开办我。提出异议说，老房子一定要有建造或是使用执照，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会加以跟那个嘉义县政府那边再商榷看看。 看民众提出的要求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民众？工程车停伫店头的门口，准备刷走派去的空棒。但那是风台严重损断布袋店，面对灾民反映农舍厝损失的补助等等的疑虑，电工所承诺会向管府反映，研究安怎协助灾民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